向真够早，欢迎收看今日2月7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邝兴竹。先开始，咱来关心武汉肺炎的病例，即马伫全世界已经要挖25000例。伫日本是有一台捌载过一个感染武汉肺炎的香港人，这只游轮名号做日本船长公主号的游轮，互紧急调回接受检验，结果船顶3700个人，内底有人发烧，即马确定有10个人去互围着啊。另外，也有真侪国家已经是禁止中国人入去，也毋过即马伫南韩，也有英国，拢传出有对武汉去的观光客入境了后，人却走步去、失踪去的情形。入至豪华游轮船长公主号，测试停伫海滨大乌码头，等待日本后生劳动省人员定准检疫的结果。另外，南韩是宣布为测试开始，全面禁止14天内去过河北省的外籍游客入境。为中国其他地区入境的游客，包含南韩国民在内，拢必须经特别通道接受严格检查。南韩测试增加确诊女病人无去过中国，是为泰国回国了后发病。另外，对检疫拖了紧的时阵，南韩甲英国拢传出有来自武汉的游客伫入境了后失踪的离谱情形。南韩有65人，英国有更较济，有480人，警方者全力找找当中。另外一方面，因为美国本土已经宣布武汉肺炎是公卫紧急事件，加上境内确诊病例继续升悬，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卫生部会通知国会，要求增加差不多41亿的新台票，用来对抗疫情。同时，美国疾病管制甲预防中心 CDC 动用差不多32亿新台票紧急公共卫生资金。美国国防部也证实，已经接受来自公卫服务部的要求，提供军营进行隔离为武汉回国的美国公民。DoD personnel will not be in direct contact with these individuals, nor will these individuals have access to the base facilities beyond their housing. 澳洲方面，德国的巴伐利亚邦车衫个确诊2件武汉肺炎病例，拢是进前确诊10人后生，证实出现人传人甲群组感染风险。另外，英国第2架武汉包机车至回国，机上11人，其中10人已经直接送去阿罗公园病院隔离14天，另外1人好亲像出现症状，直接送医治疗。另外，澳洲、捷克、意大利等国的武汉包机车衫拢已经登记到国内。其中，意大利撤回56位民众直接被送去罗马教会军营隔离。捷克宣布为7号开始无限期停飞中国。欧洲上大德国汉莎航空、旗下汉莎航空、奥地利航空、甲瑞士航空飞北京、上海班机停飞时间延长到2月底，其他多次航班伫3月18进前也全面停飞。记者综合报道。赶紧来看武汉肺炎上新的消息，这是头段新闻有报道，讲捌载过确定病例的日本船长公主号游轮，即马游轮顶头的检验结果出来啊，有10个人确定去围着。船长公主号捌伫1月20载着一个80岁的香港人，这个阿公伫1月31确定去围着武汉病毒，昨昏赶紧从这只游轮调回登去日本的华平港接受检验，结果船顶3700个人，有几个人有发烧的症头，已经互隔离。检验的结果出来了后，嘛确定讲有10个人互围着，所以即马日本的确定病例一捆头加10例，已经有22例。镜头搁倒来，咱过来关心武汉台商包机倒来咱台湾，昨昏嘛传出来讲有3个人身体无爽快，其中发烧的迄一个经过检验嘛确定去围着武汉病毒、武汉肺炎，所以即马咱台湾确定的病例搁新增加1例。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官陈时中伫昨暗8点有开记者会，伊是讲甲后甜。伊讲伊知影即个消息的时真失望。也毋过嘛讲，这就是咱国家甲台商接转来上重要的原因，会使互破病人伫咱台湾好好医治。大家都觉得在第一个时间听到，当然都很沮丧。好，那不过这也是我们带他们回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避免有一些病人留在武汉，在比较不好的医疗环境里面，那有很可能会丧失了宝贵的性命。伫4号晚8点，公布武汉包机返台台商有一名发烧者确诊是武汉肺炎，也是台湾第11例。但是两虽然心情无好，也毋过伊讲换一个角度想，甲因接待可能会让救人一命。好，那今天大家另外关心一个议题是另外是。讲到一半强要考赛，只好先甲麦克交互执行官周志豪摕卫生纸切目屎。好佳在这位台商烧已经退啊，
另外，两位入境时阵有呼吸镜头的大商体检了是阴性，目前隔离观察。好消息是，台湾的前10例确诊病例有1名患者2遍体检拢阴性，上紧伫1礼拜内就当出院。因为佫增加1例确诊病例，防疫也佫升级。外交部宣布，咱国会扩大入境的管制。从2月7日开始，过去14日内曾经入境或居住于中国大陆的一般外籍人士，将禁止入境我国。这个包含享有免签证待遇、落地签证及电子签证待遇，以及持有有效签证的外籍人士。另外，有特殊的原因需要访问台湾的外籍人士，那14天内捌去过中国或者是住伫中国，只要传好相关物件，用来会当受理。因果若是去过1级或者是2级流行区域的，是拢无接受伊的签证。外商、留学生也个外籍配偶来台湾，应该自主管理2礼拜。原本有大商讲，所来也有第2批大商要转来。刘委会讲，目前甲中国并无讨论，也无立即找过第2批大商转来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全球新型的冠状病毒武汉肺炎确定去围着的病例，即马日头的增加，已经超过24000例。来看上新的统计，目前伫中国有24352例，有491个人死亡，其中香港确定的病例有18例，香港嘛有1个人死亡。中国以外所在，咱台湾有11例，南韩是16例，日本22例，越南有10例，泰国25例，新加坡24例，马来西亚有10例，澳洲是13例，印度有3例，菲律宾是2例。伫西洋的国家，美国即马有16例，法国有6例，加拿大有5例，德国是12例。即马继续来关心讲，因为这喙暗伫明仔载开始，就爱用徛名的方式才买会到，而且是乡亲爱查健保卡去西药房才会使买。毋过，就乡亲烦恼讲，安尼敢买有，而且敢有够用？毋过呢，政府是安大人心，政府讲，即马咱国内并无社区感染，所以毋免大家拢挂喙暗，甲喙暗留互真正有需要的人。药署平常时伫药局伫卖药啊，也会处理民众慢性病的连续处方，以及其他相关业务，工作是真无用。即阵也会分成喙暗，因为搁再过2天，民众摕到健保卡，就用到全国6500外间健保药局买喙暗。每一间药局每天配送200个大人喙暗，也有50个囡仔的喙暗。这一次增加一天花200个啊，确实会很忙，因为这几天看超商哦，都排队排得看到会惊的哦。没有正当的理由不参与这一次政府口罩的分配、防疫的工作，我们会建请健保署即刻跟药局解约。为了防止抢买喙暗乱象，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初6起会实施喙暗实名制。指挥官陈时中强调，即阵规划7天限买2个，每一个计小6到5块。是希望1礼拜内用户500万人买会到。下晡已经开始测试这套系统，应该会使建置甲真完整，并且讲喙暗是建备工具，无需要专门垄断。我们没有做限制的话，这供需不平衡情况更严重，那形成有一些抢购跟囤积，那就更不公平。也过有民众烦恼，7天只有2个喙暗，是不是无够用？有医师建议民众，喙暗若是无垃圾、无被污染，喙暗摕落来时阵，应放伫个牛皮纸顶面，水分打起了后，放伫烘碗机内底，有紫外线用消毒杀菌半点钟，就用个重复搁再使用咯。紫外线的话，它是可以去杀死一些病菌，还有一些病毒，对。但是重点就是因为那个病毒，它其实是存在那个飞沫里面，它并不是单独悬浮在空中。指挥中心强调，新措施实施了后，也会推出互民众来查询用买喙暗的所在，也有药局喙暗的现况汇报。即要上网就使查到倒一寡药局，也有剩的喙暗用买。民众必须按照身份证的单号、箱号分流购买。上班的人甲行动不方便的人，会用由亲戚朋友代为购买。也有每一个人每一摆限使用2张健保卡。囡仔喙暗只有12岁以下囡仔用买。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关心对武汉坐包机返来台湾人，即马所有的人拢爱隔离14天。虽讲昨昏有传出一个新的病例，也毋过咱台湾嘛有好消息，这是咱台湾进前的案例，其中有一个人经过2摆检验拢已经无病毒啊。若准其他检验拢有通过，安尼就代表伊已经好离离啊，1礼拜内就会使出院。这3半暝啊，伫留武汉的247名台湾人坐专机返来台湾桃园机场，机场人员落机入境，采全程全员隔离，并且通过发烧体检站进行几啊道关卡检疫。初步体检了后，有1人发烧，2个人呼吸道无爽快，一只后送收伫负压隔离病房，另外1名幼童巴肚疼由家长陪同就医。中方在上机前他们也非常的认真做了相关的检疫。所以有查到1位是没有让他最后没有让他来登机，所以我相信这一位应该就是不会说是故意有发烧而来上来。相关单位毋敢代志，动员游览车甲救护车伫边仔待命。军方也出动化学兵，穿着装备，挂吹暗手套，消毒所有行李。大约透早3点完成入境检疫程序。无镜头的人才会当透过14台游览车，分别驶送到北部2处甲中部1处，进行为期14天严格1人1室隔离检疫措施。在这一段隔离期间呢，那么没有必要是不会离开这个房间的。那么换言之呢，如果他的每日的3餐呢是由我们的后勤组人员那么送至该楼层之后，那么到房间里面，那么各自饮用来领取之后来使用。指挥中心表示，隔离期间所有检疫过程拢是由感染科医师伫通风良好的空间执行。隔离民众生活的所有的3物件本数，也甲环保署合作，比较医疗废弃物办理。到目前，台湾有望维持10例确诊个案，而且状况拢算稳定。指挥中心也证实，目前已经有1名患者2摆检验拢是阴性，那再次采检有缘阴性，相信1礼拜来出院。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乡亲做来去现报纸来看今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苹果日报》。台中去年发生母仔囝3死命案，凶手是因为甲死者冤家杀害死者甲伊的双生后生。台中的检方昨昏甲姓陈的凶手起诉，嘛请求法官加重判刑。来看《联合报》，除了咱的预防武汉肺炎，嘛爱设置流感。目前也是流感的高峰期，顶礼拜咱国内就新增加87例流感的重症病例，流感死亡的病例嘛新增加5例。疾管署是呼吁讲，全国公费的流感疫苗预防车，即卖还佫剩42万剂，下暑假乡亲会使赶紧去注射。来看自由时报，武汉肺炎疫情炭烧，新加坡、马来西亚即马拢传出本土病例。那中国的疫情嘛是无冻点的趋势，昨昏佫有5个城市封起来。最新的消息是，南京市今仔日嘛宣布封城，中国即马已经有27个城市封城。为了预防中国的疫情继续传到咱台湾，所以即马伫咧健保卡顶头嘛有注明，嘛有标记讲对中国返来台湾的台湾人，因遮的人去看医生，去医生看的时，健保系统就会跳出来警示来提醒医生爱注意。也不即马有风声讲，有人就挑故意家己出钱自费去看医生，去医生看，安尼基层的医护人员就真烦恼，惊防疫会出现空棚，会闹交去。病患跟家属要带健保卡哦，没有带健保卡要填问卷哦。看病前出示健保卡初步确认身份，再来看证插卡，只要是为中国返来的民众，健保署分担系统就会跳出警示信息，互医生随确诊。病人旅游史防疫做较真周全，也过煞有基层诊所医师发现，有人烦恼防疫加隔离检疫，改做自费看病，倒比健保卡分段自己。如果是用欠卡或者是用智慧门诊，我们卡插没办法插卡啊，所以他是不是从大陆回来的，或者是最近有没有什么问题的？真的，我们站在第一线的基层医师是无从查获的。医师也表示，无早健保卡证件也是自费看诊的病人，近来人数有增加的趋势，烦恼成为防疫的空棚。唯有适当的一个病史的询问，我们医护人员才能够在最短的时间里面做出正确的一个判断，对你的病情，对你的家人的一个判断或者是一个处置，才能够是一个最正确的一个情况。健保署讲，确实有医生反映，拄到民众稳定武汉旅游史有计2天内强化查询系统。
在医院里面，他可以直接 key in 那个我们的这个病人，也就是我们的民众的 ID， 然后我们的健保署里面的那个资料会知道说他是不是有给那个我们的那个第一线的医疗院者知道说这个民众有没有到过中国。伊即摆规定，民众若无查健保卡，医疗院所会当透过电话向健保署确认民众健保身份。也毋过暗时无人通查，健保署将量查假设网站，只要输入身份证字号，就会当查询民众旅游史甲健保身份。记者综合报道。邮轮世界梦号1月中捌载着3个武汉肺炎的确定病例，赶送登去中国了后，昨昏又搁载一批新的人客驶到高雄港。也毋过为着阻挡疫情，咱高雄港无爱互乘客入船。昨昏咱政府嘛决定讲，14天内捌停过中国、香港、澳门的邮轮，即马拢袂使停靠伫咱台湾。伫随时高雄港来一台大型的豪华邮轮世界梦号，不过这个来当停，人袂当来，因为1月底伊载过3位武汉肺炎的确诊病例。我们现在只接获到有关单位的通知，是1月19号到1月24号这个广州南沙出发，以及24号返回广州南沙这个航次。那其他我们目前没有任何的异状。为了要避免港口变做防疫的破口，边境的防疫阁升级。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伫随时宣布，14天内捌停泊中港澳的邮轮袂使停泊。入境前的28天，船上如果有确定个案或疑似个案的那邮轮不能够靠泊。好，那入境前的14天曾经靠泊中港澳地区的港口的邮轮也不要靠泊。好，那若是民生补给的人道需求，那当然就是可以靠泊，但是这些人员不可以入港。指挥中心讲，面对中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无论是机场或者是港口的检疫，政府拢是了得重宽，有得重严。若那民众因为武汉肺炎疫情未退订邮轮的旅游行程，消保官讲依照邮轮定型化契约，只要符合不可归职要件就当退钱，也毋过可能会扣除相关费用，比如讲停泊港口的费用，所以无法度全额退。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咱做伙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同款受东北季风甲大陆冷气团的影响，伫咧北部、东半部有局部低降雨。来看上新的分图。今仔日北部甲东北部规天拢较凉冷。今日透早的上低温是出现伫咧台南，敢若是12度9。气象局继续针对新北市甲基隆市有发布大雨特报。今日的水气有较饱甜，温度嘛较寒，所以伫咧三枪公丘县的高山有机会会当落雪。明仔日时开始，各地温度会略略回升。也毋过拜五开始，阁有一波阁较强的冷气团会落来，所以咱的元宵会是大冷的天气。做伙来关心翠暗，对明仔开始，民众爱查健保卡、去路病保卡，甲健保有合作的药局、西药房，才会当买到翠暗。也毋过即马伫咧南投也是台东，遮一寡所在，那较庄卡的所在，敢若一间健保药局，为着要买2个翠暗，一抓路爱开100外块的车钱，有乡亲就怨讲安尼是真袂好。武汉肺炎全民抢喙暗造成大欠费，中央决定为7日开始全台实施买喙暗实名制。不过南投县人啊向健保特约药局，全乡只有1间，六股信义等地连健保药局拢无，偏向居民怨叹，想要买一个喙暗真是真困难。根本没有看到口罩在哪里可以买，都去问过啦，包括药局、7都问过了。我们前几天怎么找都找不到，到了他已经感冒，我们送急诊，然后到那个普基才买得到1片6块这样。这个可能在平地是可以适用了哈。那在我们原乡地区啊，我们这边有16个村、25个部落了哈。那我们的人口数才16000左右哈。那我们才只有一个特约的药局。仁爱乡长表示，全乡唯一的健保药局甲卫生所共款拢伫咧无写，真侪部落族人拢爱加设1点钟车停，所以建议中央爱因地这期，偏乡应该依照人口比例配合公所，各发予各村，这样真正照顾偏乡居民。有一段距离，那我们尤其像我们这种年纪大的，我们的孩子们都在外面工作，我们需要这个口罩的话，也要方便出去买才可以。每个点配售的口罩量是有限的啦，成人的是200片，儿童的50片，如果卖完了就没有。
另外，台东也部分偏乡部落无提供健保药局，亲像达仁乡、大埔乡甲金峰乡，村落分布真大，离卫生所20-30公里，民众为着买2片喙罨，爱开100块的车钱，根本算袂好。台东县卫生局表示，目前正在研究由卫生所山地巡回医疗，将喙罨随医疗团队到部落协助来买。记者综合报道。那另外一个问题是，出入病院用过喙罨要安怎处理？云林县的卫生局就接到民众通报讲，有人乌白片、乌白蛋，所以呢，卫生局即马是要求病院甲诊所要有喙罨的回收桶，这个粪扫桶嘛要随时做消毒。来到病院附近的停车场，脚卡顶面会当看到用过喙罨，连停喺路边的脚踏车篮内面，嘛被当作粪扫桶乱撇废弃的喙罨。过来到另外一间病院，四周边的道路。赶快发现真侪用过喙罨被当杀，有民众就烦恼，安尼恐惊成为防疫的死角。就是看他个人的那个道德行为啊、心态啊，想说从医院出来就不用了，那是不对的。这是个人的修养理念的问题啊。因为这环境是众人保护的，唔是讲个人的啊。为了防范武汉肺炎疫情，现在这处医疗院所长照机构。拢会先量体温并挂上喙罨。当民众出来病院后，凊彩甲用过喙罨撇在路边。云林县卫生局接到民众通报，这是各病院来检测垃圾桶内一种，嘛要呼吁民众莫凊彩来撇用过喙罨。通告县内的这些医院哈，在它的出口、出入口啊，还有就是停车场的部分哈，放置这个口罩的回收的一个箱，避免造成2次污染。云林卫生局长张春美就表示，用过喙罨处理和一般的医疗废弃物方式同款，通常拢会来散分化，但不管用过喙罨是否有感染性，现在请各大病院和诊所精选喙罨的废弃桶，加强集中管理，民众千万莫搁乱撇，来确保防疫的环境安全。记者为你报道。前线直接看，来关心中国武汉肺炎。除了伫中国的武汉内地小，中国即马已经有27个城市封城，杭州嘛包括在内。若杭州有900间台商伫遐开公司，咱台湾人有较侪，所以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就讲，若疫情有去影响到咱台商，咱政府一定会出面斗相共。为着防止武汉肺炎疫情拓开中国各大城，亲像杭州的市委宣传部就公布10项管制措施，强调全市各单位严格进行封闭式管理，严控外来人员甲车辆。亲像封城，台协统计，杭州台商差不多900多间，住伫杭州的台湾人有3000到5000人。前面的潜伏期是没有症状的，所以说很难预防。那政府呢，就等于是做了一个预防措施，就是说，每一个小区啦、每个村庄啦，各自成立一个管制。出门一定要戴口罩，你进出小区，他都会给你量体温，没有说因为这样就物资缺乏，没有啦。对，可能口罩比较难买一点。如果你有发烧，就是请你待在家里面，就是不要出门。政府已经禁止中国河北跟党甲温州人士入境台湾，不过考虑浙江疫情严重，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公布，7月开始将浙江省列入2级流行地区。住伫浙江的中国人禁止入境，其他入境民众，假使浙江省旅游史，就必须列入居家检疫14天。他们实施的陆运管制限制居民的活动，所以我们要把它作为2级流行区域。所以我们现在所有从浙江进来的，浙江进来的都会列入我们的居家检疫14天这样的一个措施。但市长强调，因为河南、安徽甲江西等省市病例数也增加真紧，现阶段建议，若是无必要，暂时唔通去中国。另外，目前有原伫留伫河北、浙江这的台商，陆委会甲海基会强调，会全力来协助。我们也一直透过海基会与当地的台商协会保持联系，把当地的状况以及台商之间能够建立起联络的群组，透过这些政府
提供必要的协助。由温州大商认为，当地疫情虽然紧张，不过无到惊吓地步，目前偏向进行预防性措施，避免交叉感染。中国为了防止武汉肺炎疫情破开，农历过年进前，武汉就封城，地数大批大商滞留。不过杭州、温州是大商回来台湾过年，过回去中国了后才进行封城，大商认为情形无同。记者综合报道。那香港的武汉肺炎昨天是出现头一个死亡的案例，即马香港确定的病例嘛已经有18例。香港的医护人员昨天就发起第2阶段的罢工，伊是要求香港要全面封关，也毋过香港政府拒绝。香港医管局大楼外口真侪人要顶到请愿书，公立病头前也真侪医护人员签到罢工，担心武汉肺炎疫情扩大，要求香港全面封关。医管局员工电线伫随时发动第2阶段罢工，公立病即个能维持有限度嘅服務。我哋必須嚴正警告，香港社會已經進入一個臨界點，社區大規模爆發，預戰在言，全部香港人嘅性命都危在旦夕。醫管局員工電線講，第昨至少有7000人參加罷工，要求港府正視第一線人員嘅訴求。因初5早起10點會到特首辦，要求認定員工出面對話。若港府拒絕，會閣再做進一步行動。因府要強調，若出現社區大爆發，會叫會員登去上班。對於訴求，港府宣布自隨時開始，加幾個月靠花封嘅，因府未完全封關。林定華我也講，包括新成立 ICU 加隔離病房，攏因為罷工受影響。更加傷心或者痛心咧，就係新生嬰兒嘅深切治療部部分嘅員工冇返回工作嘅崗位啦。咁所以即使醫院管理局作咗應變，縮減咗啲服務，尤其一啲非緊急或者係門診嘅服務啦，仍然係令到值勤嘅醫護嘅同事咧係加重咗負擔。香港昨夜出現第一件武漢肺炎嘅死亡病例，是39歲男性，不坐過高鐵去武漢。登來香港了，就開始出現發燒等症頭。1月30日送到病院隔離治療，狀況正穩定。不過最近2天突然間一直喘，佇隨時早起過身。同時香港也新增加3名確診病例，攏無武漢旅遊史。目前已經有18人確診武漢肺炎。港府講出現第一例死亡病例了，恐驚有社區傳播嘅風險。Indicate there's a significant risk of community transmission in Hong Kong. So we have to closely monitor the situation. 因為武漢肺炎疫情，印尼一連隨時建議移工莫去台灣、香港工作。印尼勞動部講，這唔是禁令，不過建議駐台代表處加駐港領事館一個中介公司တင်心的審核。印尼政府也特別提供水檢予佇台灣加香港的移工。記者綜合報道。中國疫情是繼續炭燒，感染人數已經超過24000人。中國死亡嘅人數嘛有491個人，而且這疫情也無斷點嘅趨勢。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佇頭一擺聲稱講，中國政府佇初期無甲疫情控制好勢。武漢肺炎疫情無看到控制，根據官方資料，到初三為止，中國境內確診病例已經破2萬，死亡人數425人。疫情重災區河北省一天內增加2345件確診病例，死亡人數加64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政治局常委會第一擺承認，中國政府在疫情爆發初期處理不適當，只是個嚴聽失職人員。不過相關報道卻只看到主播念稿，無看到伊講。會議強調，這次疫情是對我國治理體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我們一定要總結經驗，吸收教訓。疫情中心武漢市真近期的火神山病院也在初三啟用，收治第一批武漢肺炎確診病人。該防軍閣出動8架軍機，炸掉救援物資，調派醫護人員進駐病院。一定的程度上，一定可以緩解那個武漢市的那個肺炎的這個醫療那個資源的那個緊張程度，和病人有更多的可以去看病的出去了，他們應該是可以得到很好的救治。這個藥品是已經準備了一些我們看胃腸道的一些藥品，因為我們這個肺炎的患者很多有一些胃腸道的一些症狀，所以我們已經準備好。另外，中國各地方政府也積極宣導民眾，無代誌就到厝內底唔通出外，無論是透過無人機、喇叭放送，甚至是拍底片，都是要阻止新型冠狀病毒繼續傳開。老奶奶，別看了，這是咱們村的無人機啊！你不戴口罩就不要出去，不要亂跑。
记得赶紧回家，回家洗洗手。 武汉肺炎引起全球紧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所指责，美国无提供实际帮助，搁带头踢球，禁止中国旅客入境，制造惊吓情绪。华府智库布鲁金斯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杜大辉认为，其實這是中國家己做得來。If they want to find someone at fault, they could point the finger at themselves because they sat on this information for about 7 weeks before they started doing anything. So we're a little bit behind the curve. 美國疾管局專家回應，美國封關是因為上好的科學判斷，安尼才能降低疫情拖到美國速度。記者綜合報道。 来看2020美國總統大選，美國嘅民主黨內頭一場黨內初選8日喺愛荷華州舉行，因為選票出問題，所以造成這結果遲遲攏也無公布。等嚟決定，大家攏真着急，也毋過候選人嘛對家己嘅選情真有信心。在支持者歡呼聲中，參加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提名嘅參議員桑德斯，笑容滿面嘅上台，甲大家講，正看好伊家己喺初選第一站愛荷華州嘅選情。美國總統川普嘅時代就即將結束。Let me begin by stating that I have a strong feeling that at some point the results will be announced. And when those results are announced, I have a good feeling we're going to be doing very, very well here in Iowa. 除了桑德斯引用内部數據宣布初選的結果，其他參加初選的民主黨人士，包括印第安納州的南灣市長布塔主席在內11位競爭者，有幾多人對結果表示樂觀。不過為什麼結果一直攏無公布？根據民主黨愛荷華州發言人的講法，是今年修改相關規則了，計票出現匯報數據無同款的問題。不過真濟民主黨地方官員講，根本原因是匯報票所用的 APP 故障。對這種出包的代志，選民有正反兩邊的看法。It was a complete mess. It is not reliable in the way that we need this to be reliable when we're starting off the process for electing the most important public servant in our country and in the world. Not at all surprised. I mean, they're trying a new vendor with new tech. I work in tech. I knew this was coming. 想要贏到民主黨內初選，就要先摕到1991張黨代表票。愛荷華州只敢拿41票，只是一小部分。不過因為這個過去，民主黨喺5遍的大選黨內初選，愛荷華州摕到第一個，最後攏成功摕到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的提名，所以大家攏正注意這邊的結果。記者綜合報道。那美國是閣發生校園槍擊案，美國德州的龍崗大學分校的學寮發生槍擊案，造成2個人死亡，1個人重傷。目前正在調查死者甲兇手的身份。警方在所轄市周圍有封鎖線，位在德州達拉斯北邊105公里的德州龍崗大學康維斯分校，當地時間7早時發生槍擊案。警方佇所轄一間房間內底發現2名女性死者，甲一個受傷的查甫囡仔。This morning at approximately 10:17 a.m., University Police Department received a phone call from a student who lives at Pride Rock. Officers responded and found 2 deceased adult females in a room. A third person, a small child, approximately 2 years old. 这查甫囡仔送医急救了後，情況穩定。學校一度要求所有學生甲教職員就地來避難。後來無找到疑似兇手人物了後，就解除命令，並且宣布迄天課程全部取消。警方無透露死者是毋是學生，而兇手的身份甲犯案動機也有待調查。The A&M Commerce University Police Department, in collaboration with other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is working diligently to investigate the incident at Pride Rock Residence Hall on our campus. 这間學校去年10月底才發生學校外口槍擊案，造成2個人死亡，10幾個人受傷。而警方雖然在2天內底抓到1名嫌犯，也不過後來因為無看到證人，有一甲兇手放走。德州是全美國槍擊管制上較寬鬆的地區之一。2016年，溫順擁有合法擁有槍擊證的人，應合法早槍擊學校，只是賣提出來。而去年9月，佫進一步放寬限制，溫順合法有槍的人應早即槍進入宗教場所。記者綜合報道。咱未來嘅副總統賴清德昨昏是去美國嘅華府，甲支持台灣嘅共和黨參議員盧比歐見面。盧比歐講，伊支持咱台灣去參加世界衛生組織 WHO 甲國際民航組織 ICAO。
大清迪这摆重点是要去参加国家祈祷早餐会，这嘛是华府真重要的政治活动。顺利到美国纽约的准副总统赖清德坐火车到华府，先观察大家敢有挂嘴烟。面对武汉肺炎的疫情，国内大家拢咧抽嘴烟，赖清德借此呼吁大家保持平常心。伊即阵去美国，嘛甲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欧见面。毋那卢比欧伫推特发文支持台湾加入WHO 甲 IQ， 伊嘛囥甲赖清德握手的相片。赖清德当时伊嘛伫面册发文感谢卢比欧对台湾的支持。赖清德即届敢会替台湾争取参与 WHO， 嘛受到大家关心。个人的身份来访哈，应该是礼貌性的拜会哦，相互交换意见哦，并没有特别赋予特定议题要做进一步的协商或讨论的这样的一个任务。我相信国际上很多朋友也关心，也想要了解台湾的一些防疫经验哈。那这些经验我想如果在各种私人的对话当中出现，我并不会太意外啊。陪同访问美国的前立委萧美琴强调，只要有机会，拢会争取加入WHO。美国方面有不少人想要进一步实施赖清德，但是这届真侪拢是私人行程，并无公开。对于个要出席的国家祈祷早顿会，各方关心敢会甲美国总统川普来见面。好像照惯例他会去参与那个国家祈祷早餐会哈，但是这个就是顺其自然吧。因为赖清德嘛是准副总统，伊即届去美国嘛创下台美1979年断交以来台湾访问美国华府的上悬战绩，互看做是台美关系有真大的进展，一举一动大家拢咧看。记者郭灿平做台北报道。世界卫生组织 WHO 开会在讨论武汉肺炎。咱台湾的友邦施瓦蒂尼有替咱台湾讲话，讲要维护台湾人的健康，说服。这 WHO 的主席重点，把时间交予中国，叫中国来代表发言。那中国是硬讲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嘛讲因有对咱台湾分享疫情，这拢是无影无迹。咱外交部嘛批评中国的作为。武汉肺炎拖到今，全球已经有超过2万个确诊案例。初三登场的 WHO 执委会聚焦疫情控制，甲台湾参与 WHO 定期题。不过伫会议上，中国一直打压台湾，坚持讲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台湾无需要加入 WHO。所谓的不让台湾参加世卫大会，将导致国际防疫体系出现缺口，根本不存在。这不过是台湾当局图谋参与世卫大会而编织的谎言和借口。咱国友邦施瓦蒂尼伫执委会发言，挺台湾人民的健康权利，扣互主席拍长，那将时间让予中国代表，佮批评施瓦蒂尼偏离会议主题。Which you would like to demand？刚才有代表利用这个讲坛大肆的炒作涉台问题，纯属出于政治动机。中国外交部再次表示一个中国原则，国台办讲台湾伫得到疫情资讯方面无存在障碍。也毋过，咱国外交部批评中国用政治恐吓台湾人民，呼吁各国看清中国的邪恶本质。中国政府横蛮无理的邪恶的本质，中华民国台湾外交部在此表达最严正的抗议与高度不满。因为世卫秘书长谭赛德不时发言挺中国，有网络人数要求实际落台目标设定30万，目前已经突破24万人。也有外国媒体伫粉专分享一段内容是谭赛德发言到一半突然砍哨的画面，引起议论。Don't worry, it's not corona. 台湾到今确诊数10例，也毋过 WHO 初四煞将台湾疫情登录13例，因为初三头一批武汉包机返台的台商甲台县3人出现发烧的症头，目前犹原毋是确诊案例。针对确诊数字无正确，疾管署强调已经要求 WHO 改正。记者综合报道。武汉肺炎敢无法度开发疫苗预防针？中间研学者是表示讲，这是长期的抗争。那美国表示讲，上紧爱3冬。也毋过即马，咱台湾已经成功培养出武汉肺炎的活病毒，这对日后开发预防针真有帮助。武汉肺炎互全球行到要死，下晡科学林杂志邀请台湾各界学者召开科学家串联行动会议。会中台大副校长张尚顺指出，就伫澳洲宣布分离出病毒无偌久了后，台湾也已经成功培养出病毒，这对于后续的研发有帮助。对于病原的探讨，对于这个跟人的细胞之间的相关的互动的关系，对于怎么样快速的诊断，或者甚至有没有什么样新的一个治疗的模式，当然会有很大的帮忙。
参加会议的各委员也表示，有病毒株也协助开发快速试剂、快速检测。不过，中研院研究员讲，传统培养出病毒了后，去活化制成疫苗方式，无适用伫个武汉肺炎病毒，因为安全性是上大疑虑。现阶段上界可行的方式，利用病毒表面上上主要的糖卵白。即阵美国方面已经有相对明确方向，不过学者是强调，疫苗研发是长期抗战的代志。他有提到说，可能在3个月内可以开始做临床实验。他也有提到，可能最快要3年后才可以用，所以疫苗真的是一个长期抗战的一个方式。学者研指出，之前发生的 SARS 甲 MERS， 到即阵也未研发出疫苗，显示无想的遐简单，只有药物研发。国卫院研究员表示，正伫积极实验已经知影的旧的药物，要安怎合并使用，才有法度提悬疗效。即阵是保持小心乐观的态度。记者综合报道。受中国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缅甸航空宣布讲要取消中国香港、澳门甲台湾的航线。若进前已经停飞台湾甲意大利的航线，昨透早是由华航甲伫意大利的200多个旅客接转来。另外，即马孟加拉嘛限制中国人入去，煞甲咱台湾嘛限制参入。咱外交部讲会去了解。代理缅甸航空的台湾旅行业者1月7日向阳收到这张写因应中国武汉肺炎，缅甸航空取消中港澳台飞曼德勒航班的公文。不过台湾目前也有228位团客伫当地，原定在礼拜六登台湾的班机被取消，业者求助主管单位拢无消息。初步了解是说这是人家的内政问题，所以他们无权去协调。我们的客人去了就回不来。目前预计本周6跟后续回来已经定位的旅客，总共有228个人。对于这个需要的国人呢，我们的住处呢会提供必要的这个协助。那进一步相关的这个发展呢，也是透过我们驻缅甸代表处进行了解，也跟这个缅方在相关的这个交涉当中。外交部表示，初步了解台湾航空业者无被缅甸政府取消航班，就缅甸航空停止中港澳台航线，会透过管道沟通，协助台湾旅客回国。受到武汉肺炎疫情暂时停飞台机航线，经过台湾外交部抗议沟通后，意大利开放华航一班航机去载回台湾旅客，在透早顺利登岸。是从阿比利的维也纳转机回来，后来又说直接派专机来接。对，我们超开心的，看到他们好兴奋。还有2团的这个60人的旅客，也透过旅行社的安排，透过其他航空公司的航点，据我们所了解，会从维也纳再回到台湾。观光局表示，华航航机接回200多位旅客，其他旅行团会改变航点登台湾，由附近航点维也纳登台湾无滞留问题。孟加拉第7日宣布暂停中国公民落地签证措施，致使台湾人入境也遭到困难。台湾驻印度代表处已经向孟加拉政府提出交涉，要求台湾无受这限制。记者综合报道。因为武汉肺炎，即马咱台湾高中以下学生囡仔是迁到2月25才开学，所以劳动部有公告14天防疫照顾假。不过呢，大部分的企业拢讲要请假会使，不过无薪水。有一寡企业袂歹，有半工的薪水。有的幸福企业搁较好，讲你请假要顾囡仔无要紧，嘛同款有薪水。不过这大多数拢是国营企业为主。幼童表演也是可以用在这个防疫上面的，没有扣薪啊。台南车顶大厂员工俄罗公司福利府，早伫去年就推出类似政府防疫照顾假，而且也是专心给付照顾假。像幼童陪伴假，当年12点钟有薪水假，学童开学假1天，加3天中假关护假。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当时就给了3种的假，那这个假是希望协助这一些年轻的爸爸妈妈呢，他能有多余的时间可以去照顾这一些他家的小朋友。至于政府因应武汉肺炎疫情规定的防疫照顾假，劳动部只规定，资方袂当补充假，上侪14天袂当影响员工出发勤考绩，敢是互薪水依公司的规定。法律没有叫你要付薪嘛，事实上他不来上班，对企业的运作就已经产生一些影响。而且如果你真的要给薪，那就会有些人想贪小便宜啊，我就不来上班。这一阵子在营运上也确实也受到一些影响，包括前端的美中贸易，他们也受到一些损失量。有能力的，但你要
要多照顾，那没有能力的你也不能勉强。当中表示，第一季属于传统社会认为有心防疫这国家爱看各公司敢是会当负担。经济能力银行调查，有哪些企业偏向无要互薪水？目前只有中国银行、台湾银行、第一银行等互14天的有薪水防疫这国家。兆丰银行是7天有薪水，7天无薪水。台积电互半薪，鸿海是准假无互薪水。我们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的价别，可以让这个共同人可以选择了，还是希望说共同努力，所以就是会发放半薪。防疫这国家敢是互薪水？国民党立委建议政府应该比照 SARS 期间，互企业赋税优惠，也是便利防疫特别预算比照育婴劳一天薪津贴标准办理，补贴6成薪水，减轻公司人事成本压力，才会当提悬资方互薪水议员。罗刚请防疫这国家交互部长记者综合报道。因为武汉肺炎的关系，即摆有一寡做几啊度的劳工是无用试试，亲像医疗病院，还有做喙炎的工厂、做酒精的工厂、甲送货的物流业，这些劳工拢是无眠无日在加班。若业者就较烦恼讲，安尼敢会违反劳基法？劳动部是表示讲，若拄到天灾事变，也是紧急事件，就无受加班1个月上悬46点钟的限制，而且卖当拍破做7天一定爱休1天的限制。准备要交货送出去，做物流司机的连先生捌伫过年连续上班12点钟。即阵面对武汉肺炎一直摊开，若是公司叫伊斗3工加班送货，伊也愿意来配合。征召我们去，我们还是会去帮忙嘛。这个是国家的事情，又不是我们个人的事情。那个 SARS 的时候我们就经过了啊 ，SARS 的话，我那时候比较严重。受到武汉肺炎影响，催暗需求量大大增加。彰化一间催暗生产工厂对年节开始就一直赶时出货。业者讲，有员工到即阵也无休假，出现精神紧张，加在国军动员兵力，测试加入生产斗3工，互员工会轮流休困。疫情的事件可能可以豁免这一块的那个7休1的条例，但基本上公司为了员工的身体着想，还是会在7休1的时候安排他们休息。包括各级医疗院所拢动员，生产催暗，也有消毒酒精的工厂也加开线线，也有物流业、通路商送防疫用品，人拢无够一直加班。劳动部是讲，依照劳基法的加班规定，因无休加班每工12点钟，也有做7天休1天的限制。天灾事变或突发事件有这样的事由的时候，它可以有一些特殊的加班规定。那它1天的加班时数连同正常的工作时数，1天本来限制有12小时。那这个部分的话，它是可以突破，可以不受那个原来的1个月46小时的限制。防疫亲像足前，虽然依照突发情况放宽加班休假限制，也外界烦恼可能造成劳工伤过操劳。劳动部解说，这种特殊加班必须保障劳工权益。头家除了在事后24小时内向工会也是地方主管机关报备，劳工停止放假的工资也应该加倍发放，并且事后补假。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新闻消息要提醒乡亲，高速公路局是头一摆针对高速公路的路径，即摆有定出会当驶外境的限制，是定出时速60公里的限制。但是有人伫咧路径驶伤紧、超速，甚至讲违法来换车道，安尼用罚3000块以上。这个新的规定2月17会开始实施。提供予公务巡逻、道路救援、紧急事故处理的高速公路外边的路径，即阵只有伫特定路段开放的一般的车辆。高公局考虑开放路径措施真接，以路径道路宽度甲国道主要车道比较为0.5到0.75公尺。综合考虑的明定路径限速是60公里。在国道开放路间已经实施了多日多时。那不过因为详细的一个作业规定，那我们是第一次在2月17号来颁布哦。行驶路肩的时候，车速不得超过60公里哦。高公局提醒用路人，开放路径措施是违反国道尖峰时段交通塞车的变通做法。另外，车道甲路径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并且拍方向灯，确保安全。有人感觉一般主线车速可能有90公里，切到路径要变做60公里，烦恼一辆减速有安全问题，也让路径变做慢车道。你60很麻烦，对你这边是90、110，你这边60，你怎么去那个？我觉得原来的不错。60你就也觉得没办法接受？对，我不接受。太慢了。太慢。
另外，考虑部分开放路径重点接交流道的减速车道，也是出口10道。高公局也规定，开路径的车伫出口前50公尺，不应再开回主线车道。新规定在2月17开始实施，会协商各道公路警察加强巡逻稽查。若是伫路径超速违规变换车道，应罚3000块以上罚款。记者综合报道。即马伫咧全世界真侪国家拢爱面对人口老化，嘛爱鼓励生囝。俄罗斯的总统普廷最近伫咧因全国的演说当中，伊讲伊想出一步，伊讲国家按算要免钱来提供做气功手术的钱，互真正想要生囝的人，毋免为着钱来烦恼，会当成功做爸母。今年23岁伫咧做社工嘅帕斯克，结婚了正想要生囡仔，伊甲伊人两边做气功营地。好加在俄罗斯政府甲这项医疗力力健保的补助，互因的负担会当较轻。Большой спектр анализов, большой спектр медицинских услуг, и не всегда получается с первой попытки, то есть это большие финансовые затраты для семьи, поэтому то, что это по ОМС, это очень облегчает, в общем-то, задачу нашу, да. 俄罗斯甲真侪国家同款，拢有囡仔愈生愈少、人口老化的问题。俄罗斯自2013年开始，甲气功营地力力健保，由政府负担相关医疗费用，叫做提高生育率。这几年气功营地手术的案例就加真多。И в этом году мы уже сделали 1047 процедур, то есть возросло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в 3 раза. 自从政府甲这项医疗力力健保了后，俄罗斯每年有25000到3万名气功营地出事，占出生率的2%。普丁目标是希望2024年进前，甲即马每一名妇女平均生育1.5个囡仔的生育率提高到1.7。记者综合报道。伫美国纽约的路边摊啊，会当食到各国的点心，小食才会出去食面。毋过，这路边摊啊，大多数嘛拢是无合法的，嘛拢爱走互警察局。因为这个撒单的，有的是非法的移民，有的是较弱势人，所以即马有参议员就提案，望讲会当提高合法路边摊的数量，来照顾艰苦人。无论是透风落雨，伫咧布鲁克林大路顶，拢会当看到正死啊摆摊，为因墨西哥家乡的藏甲小的苦果啊。毋过正死啊，甲真侪人共款，拢是无证移民，而且当地合法的单上限2900件，伫1983年就已经验满啦。因上惊就是被开单，甚至是被逮捕遣返。Me han tirado cuando viene sanidad se lleva todo, desde los tamales, los atoles, todo lo que tengo en el carrito, todo se lo llevan, y eso va para la basura. 另外，女性菜单也定定拄到性资料，也无因为家己是无证的身份，所以拢唔敢去报案。也因为合法的执照怎么拢无法度申请。所以一寡人甲因家己的白摕才被转走，互因定定被骗。Exacto, terminar con un mercado negro, para que así todos podamos trabajar, porque a eso venimos a este país, a trabajar, a salir adelante, a mejorar la vida de nuestra familia. 这摆也已经有纽约州的州参议员要提案修法，放宽档案的数量，或者是规起注销上限，希望可以让就地合法。或即寡承担家庭责任的女性，会当得到工作上的保障加尊严。记者综合报道。日本北海道的早饭雪祭昨昏正式开始，现场有200外的冰雕甲雪雕。不过因为受武汉肺炎的关系，今年去参观的观光客会减真侪。日本北海道早饭雪祭初时正式开幕，三个会场总计200外座冰雕甲雪雕，人家为各地专工来的国内外旅客来到活动的现场，上引人注意的都是这座波兰宫殿大型雪雕，以实际大小1/2打造。另外，还佫有这只悬12公尺的北海道纯种马作品，也是这摆雪祭的焦点。不过因为落雪不足，雪祭往年拢有10公尺大型的储量，今年悬度只做到7公尺。为了让雪祭会当顺利进行，逐工载驶到现场的卡车数量比过去加1倍，运输成本大大增加。受到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今年观光的人比有期落半，真可能会加过去年的274万人次。因应疫情，大会也特别准备消毒水，放伫每一个入口甲便所，予游客使用。其他应对措施也佫包括制作防疫告示牌。
甲用中英日语广播宣导大家挂嘴汪，目的就是要确保11实际结束进前，未发生团体感染的事件。记者综合报道。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受东北季风甲大陆冷气团影响，北部、东半部有局部地渐雨。今日水气有较饱甜，温度嘛较寒，所以伫咧咱三枪公丘县的高山有机会会使落雪。做伙来关心今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4度，上悬19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4度，上悬24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5度，上悬28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6度，上悬24度。外岛是11度到19度。感谢乡亲收看今日的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贤珠，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